今日係12月19號星期五 ，HKG 報今日推介，將同大家睇一睇移英港人喺呢一刻究竟有幾咁愁。BNO 5加簽證自從喺2021年1月推行以嚟，去到今年6月已經有16.6萬人去到英國。本嚟滿心期待預備做英國人，但執政工黨忽然有意修改移民政策。時間嚟到今年嘅11月，雖然諮詢文件指出，以 BNO 簽證申請永久居留嘅門檻仍然係維持5+1不變，但係部分條件就有所提升。其中最為人注意嘅就係英文程度由 B1 提高去到 B2嘅水平，同埋3至5年內嘅年收入要至少達到12,570英鎊。一時之間，已經港人大鬧英國搬龍門冇道義。講得白一啲，就係自己未能夠或者係冇信心達到要求。近日更加有34名工黨嘅國會議員聯署去信內政部，促請對持 BNO 簽證嘅人士豁免要求，甚至引用咗一份訪問咗6667名移英港人嘅調查，指出話要完全符合新規定，只有8% 嘅港人家庭合乎資格，43% 嘅港人家庭將冇成員合乎資格申請。之後就係預計喺新要求之下，大批港人無法合乎資格，又話好多人係因為安全理由而去英國嘅，要佢哋返去香港唔係可行嘅選項云云。其實工黨提出嘅新要求並唔係移英港人最擔心嘅事，重點應該係本嚟以為前路滿希望，忽然之間變成不確定，呢一種未知最令人折騰，係走定係留，係咪仍要喺當地安排未來？更加重要嘅係今次可以提升要求，咁會唔會有下一次嘅改動？所以當唔少喺英國嘅黃黑人士聲嘶力竭咁為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涉違國安法嘅控罪被裁罪成而抱不平嘅時候，當地嘅港人好多都係愛理不理，皆因佢哋再冇心力去顧及其他人。如果進一步去推想，點解唔少政客要為移英人士爭取呢？除咗所謂道義之外，係咪想營造一個穩定嘅環境嚟凝聚移英者嚟批評針對中國同埋香港特區？尤其當英國政客搬出安全理由嘅時候，更加令人猜疑。皆因不時都會聽到同埋見到有移英人士回港，有探親，有短遊，甚至係工作。假如話唔可以返香港，除咗涉案離港者之外，究竟係邊個唔可以返嚟呢？恐怕非不能也，實不為也。其實要移居其他地方，假如連最基本嘅生活要求都未能夠達至，不過係自欺欺人。唔通去英國嘅人仍然想喺當地用廣東話溝通，建立一條香港街，甚至係香港鎮嚟過生活？過門都係客，本嚟主人家係應該熱情招待。不過當有人反客為主，開始對主人指指點點嘅時候，咁係咪仲值得適當嘅禮待同埋尊重？喺殘酷嘅現實之下，睇嚟唔少人要重新認識民主政治嘅真實面貌啦。